李江林、陳乃聰。參賽劇目係《雲斷梅山》。李江林飾演嘅角色係崇禎，參賽組別係 B 組老生。陳乃聰飾演嘅角色係黃廉，參賽組別係 B 組文丑。有請。神河千里殘斷天地捱一潭，四處還成經所參橫夜。是先人無處係我哋啊！想夜當日出，隨向禮夜中嘅城，把煙呢人戰呢散，當我還呢情，係我輕家。都是欺人，只問其嘢太兼爭，貪兩萬一天，無奈何，跟上了無情災後。
烈烈，千里望，是有白在幾番，是在看鬧，年還在暑意當道，歲歲慳鬧，難容易參哀面怎知道？哪有憑天四氣驚連路略略地橫道，任我來有包公遼年烽煙四氣春巢野巢。人在水在河在湖水風浪，天地事灘在雨在橫在水在湖野風呼叫還家政。腳相腳相臉相中相若公道同熬誰了時打面之中難翻真老沙最之渣負了百姓三無常，為了大明江山。水渣爛塔
傾家，你隨心，撒地吹。主上，我咪袁術換啊，我唔係啊。哦，你不是喲，傾家。主上，你問隨真撒地吹。主上係我啊！孤ចាំ思念，雲幹打情遊。真初沙中涼，自令驚令企龍巢。佢一杜斷先兒，對中言奉為cham羅的我懷恨中聽開對橫巢。萬歲非亡國之君，你等才是亡國之神。策平，我的兒女，策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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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誰叫你生得點橫之家呢？你有個孤橫先鋒敲啊！如人交蝦胡面，難逃魔爪。船台跳龍虎聲當啊！烏斬龍牙船。
主上，聖人係我啊，主上，王烈，係我啊，呢度係主上，呢度就係梅山啦。你睇，叛軍已攻破皇城。苦我問無面目對全下送送，自去冠冕。入賊分尋書，勿相百姓一人。請評委老師為兩位參賽選手打分，有請李江林、陳乃聰上場。首先，請評委老師為飾演崇禎嘅李江林打分。李江林嘅得分97.72分，97.72分。97.82分，97.68分，97.58分，97.71分，97.70分，去掉最高分97.82分，去掉最低分97.58分。李江林嘅最後得分係97.71分。